嗱，直游絲呢幾年咧真係聽多咗好多牌子去講，咁究竟呢個係一個牌子嘅噱頭，定係真係一樣會幫到隻錶嘅嘢呢？嗱，今次我哋除咗會同大家一齊研究下直呢一種物料究竟有幾勁之外，咁我哋咧亦都會大膽咁揭秘一下鐘錶大集團嘅陰謀，睇下過去佢哋點樣嘗試去阻止製錶技術嘅健康發展。去到最後，我哋又會一齊咁樣研究下市場上面其中一個最抵玩嘅選擇，究竟值唔值得我哋考慮？歡迎再一次翻到嚟逆市 Allowers。嗱，玩錶玩咗一段時間咧，其實都唔難發現一個現象啊，就係鐘錶界成日所謂嘅新物料、新技術，其實喺其他領域上面咧，根本已經用咗好多年，同埋已經用得好純熟。嗱，舉個例 ，Titanium 鈦金屬，50年代咧其實已經用嚟做飛機引擎。不過第一隻 Titanium 嘅手錶，居然要去到1970年先至由日本嘅 Citizen 製造出嚟。又或者好似今集嘅主角咁樣 ，Silicon 直。其實70、80年代咧已經有提取技術用嚟做晶片，不過第一隻手錶用直嘅咧，其實咧要去到2001年先至出現啊！而且即使嚟到而家咧，都係得幾個牌子咧係有廣泛咁樣使用。咁究竟用直呢一樣嘢我嚟做錶有咩好處呢？跟住落嚟，我哋大概咧會用2分鐘時間同大家好快咁樣講講佢究竟有幾勁，同埋一啲比較難取代嘅地方。嗱，其實手錶發展咗咁多年咧，仍然都有2大問題咧。身為一個 watchmaker 咧，都係想不斷咁樣 improve 嘅。呢一樣嘢咧就係一，提升隻錶嘅精準度，同埋二，希望咧可以延長動力，令隻錶可以行得耐啲。好似我哋早幾集講過好複雜嘅陀飛輪，佢嘅存在咧就係希望咧可以為陀錶改善精準度。咁而唔少錶咧會有呢一個嘅雙發條股嘅設計咧，就係希望咧可以延長成隻錶嘅動力。而今集想講嘅主角直 Silicon， 正正就係少數可以同時改善準確度，同埋咧又可以減少動力消耗嘅造錶材質。原因係咧佢有幾個特性。第一咧就係因為呢種物料咧有好低嘅摩擦力，咁樣咧就可以減少到動力嘅流失。而低摩擦力咧，亦都可以減少機芯各個組件嘅整體負荷，變相咧可以延長到機芯嘅使用壽命。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完全唔需要抹油。而第二咧就係直呢一樣嘢咧係防磁嘅。咁當金屬零件長期暴露喺機器或者電器附近咧，裡面嘅零件有機會咧就會受磁影響出現變形。一旦變咗形、走咗樣咧，成隻錶嘅精準度咧就會大大降低，尤其係佢嘅游絲部分啊。當佢受咗磁，就會令佢收窄，咁好可能咧就會令隻錶行得明顯咁樣快咗。第三就係直呢一樣嘢咧，就有耐腐蝕嘅特性。啱啱咧都有提到，佢完全唔需要抹油。更加勁嘅地方咧就係佢唔會氧化生鏽啊，而且佢唔會受溫度變化影響，咁咧就可以減低故障率同埋延長成個機芯嘅使用壽命。咁最後咧就係佢嘅重量啦，因為佢咧比起金屬更加輕。嗱，換言之，驅動佢嘅能量咧又唔使咁多，咁同一時間咧又可以咧降低翻走時嘅動力消耗，變相咧又可以令隻錶咧行得耐啲。所以咧直呢一種物料咧聽落去真係好正，佢嘅特性咧用嚟做錶真係可以克服到好多本身已經有嘅問題。不過咧個問題係提煉直咧需要經過至少4至到5重複雜嘅步驟咧先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咧都唔係話想做就可以做到。不過咧當我哋認真研究，發覺70年代已經有科技公司做緊相關嘅產品，譬如 Bosch 一間大家咧都應該有聽過嘅德國電器公司。咁睇到嚟呢一度咧，你可能會問：咁好咁正而技術有幾成熟嘅嘢，點解得咁少牌子會用呢？咁背後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啲大集團嘅陰謀嚟嘅。啱啱咧都有講過，2001年咧就有第一隻正式使用直擒重嘅錶，咁嗰個咧就係雅典嘅 Frigg。當時 Frigg 嘅出現咧，可以話係震撼咗成個手錶界啊！可惜嘅係雅典咧都仲未成功研發到能夠抗溫嘅直游絲，咁樣咧就令到勞力士、百德菲臘同埋 Swatch 集團咧趁住呢個機會同瑞士電子與微技術中心 CSEM 合作。最終咧，佢哋喺2001年發現咧，只要將 SiO2 加入去直游絲嘅表面咧，就可以抵抗到極端溫差。咁喺之後嘅一年咧，簽咗20年合約，希望禁止除咗佢哋之外嘅其他牌子製造自己嘅直游絲。聽到嚟呢度都冇錯嘅，因為自己辛辛苦苦研發嘅嘢，去申請翻專利嚟保護自己咧，其實都無可厚非。
不過咧，你認真研究 CSEM 呢個機構咧，其實係由瑞士政府贊助，咁但係最尾竟然同私人企業咁樣簽咗一個咁長嘅合約，再去申請專利。咁究竟真正背後嘅意思係咩？就留翻俾大家自己去諗啦。嗱，不過唔知好彩定唔好彩 ，CSEM 咧最初申請嘅時候咧，被專利局咧拒絕。原因係矽呢個技術其實係由 IT 產業而嚟嘅，咁佢哋咧就唔係開發者，咁最尾咧佢哋只好死死氣將範圍縮窄，淨係禁止其他牌子用 SI100同埋110結晶嚟到做標。咁故事咧繼續延伸落去 ，PP 同埋 Swatch 咧分別就喺2006年推出咗自家嘅矽游絲。咁另外咧老大哥勞力士咧，再喺幾年之後去到2014年咧再推出。咁除此之外咧，就冇其他牌子咧可以正式咁樣去使用啦。咁所以亦都間接咧係拖慢咗成個鐘錶業嘅發展，因為大家咧都會驚唔小心踩到個專利，跟住咧會俾佢哋告啊。嗱，不過咧去到幾年前，20年漫長嘅專利咧，慢慢都準備完結，咁咧都開始咧有唔少嘅牌子咧開始投資去到研究矽啊。嗱，譬如 Richemont 嘅 Baume & Mercier 啦，LVMH 嘅 Zenith 啦，甚至乎更加咧有一個獨立嘅牌子已經投放咗好多嘅資源咧去生產全自家製嘅矽游絲同埋擒縱。而呢一個咧就係今集想講嘅 Huarache。其實啱啱都有提過，要由零開始咧去到研發矽咧，其實係絕對困難嘅，仲要咧係冇任何大集團喺背後撐腰咧，即係唔好話研發啊，可能係提煉都未必做到啊。咁但係咁樣咧都冇阻止到呢個牌子要研發嘅決心。嗱，雖然啱啱有講到 CSEM 咧同其他大嘅牌子簽咗合約，咁所以 Huarache 咧就喺2011年咧同一間德國嘅公司 HSG 去合作，共同嚟到研發矽啊。咁佢哋嘅大目標咧就係希望用矽嘅游絲同埋擒縱做一個入門級嘅機芯。咁就係呢一份嘅決心，令到佢哋由2015年第一粒 K1 機芯開始咧，就已經有矽喺個機芯裡面。咁睇到嚟呢度咧，你可能會問個專利咧喺2015年應該未過期嘅，因為應該去到2022年噶嘛。咁點解佢哋可以用矽嚟到做錶呢？其實都啱啱有講過啊，合約咧其實只係阻止其他人利用 SI100同埋110嘅結晶嚟做游絲。不過咧，原來矽同埋鑽石一樣咧，有唔同嘅晶體方向，例如咧 SI111，而 Huarache 咧就係用咗呢一個嘅結晶嚟到去到做錶。咁而去到今年2025年，佢哋更加推出全新機芯 K3， 放喺佢哋最新嘅系列，亦都有手上面呢一隻嘅 Decaflux。咁首先喺度簡單咁樣講下隻錶嘅規格，錶徑咧40mm，厚度方面咧9.98。粒to 粒咧就46mm。嗱，數據上咧絕對唔大，上到手嘅感覺都一樣係咁。咁特別係咧佢加埋個 End Link 咧，令到戴起上嚟咧就更加貼手。咁用咗一個大3針嘅設計，望住隻錶咧都估到你唔會再想聽我講個 spec 嘅，因為外觀上佢最吸睛嘅一樣嘢咧，就一定係呢一支紅藍嘅閃電秒針。咁仲要撞翻呢一個真係好靚又好有細節味道嘅紅色邊嘅玻璃。嗱，熟錶同埋玩開勞力士嘅觀眾咧，肯定會認得類似嘅設計咧，其實曾經係出現過喺 Millglass 上面。咁 Huarache 咧，佢哋嘅官方資料上面咧，亦都大方承認今次呢一隻錶咧係一隻致敬錶嚟嘅。嗱，不過今次嘅致敬咧，我自己覺得喺手錶界係好罕有嘅，同埋真係充滿住玩味。嗱，成套嘅 philosophy 咧，其實都同個牌子本身好唔一樣，因為 Huarache 俾我個感覺咧，不嬲都係由機芯同埋 design language 上面咧，都有一套好強嘅自己風格喺裏面。但係今次咧，竟然一反常態，以一個獨立製錶牌子嘅身份咧，同手錶界嘅老大哥勞力士咧，去做翻一個致敬。同埋真正勁好玩嘅地方就係，同大部分嘅致敬手錶唔一樣。通常致敬錶咧都係抄個樣，輕輕改少少嘢，配一個平價嘅通用機芯，改翻自己 logo 咧就攞出嚟俾人玩噶啦。但我覺得今次嘅致敬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帶住一份幽默嘅感覺。嗱，做到咧雖然係同你致敬，但係某程度上有啲地方做得勁過你，好玩過你，仲要最後平你一大截。因為其實今次主要致敬嘅嘢咧，其實係大家肉眼睇唔到嘅地方啊。嗰一樣嘢就係防磁。嗱，初勞力士改 Millglass 一個名咧，就係要令到隻錶咧標如其名，因為咧佢真係防到1000個高斯嘅磁力。
咁為嘅咧就係解決一啲當時需要長期暴露喺唔同儀器下面工作嘅專業人士睇時間嘅需求啊。咁而 Decaflux 咧就係因為佢直嘅特性，令到隻錶咧同樣都可以獲得有極高防磁能力。咁所以咧 Horage 嘅兩位創辦人覺得就可以因應住呢個特點，向喺2023年已經停咗產嘅 Millgras 咧去致敬啊！嗱，話咧就話致敬，但係其實隻錶望落去咧，其實我就覺得一啲都唔似啦。加埋咧，你反轉個錶底，你就會知道咧，同勞力士都好唔一樣，因為佢用咗一個透底嘅設計。咁你會見到咧，成個真係好靚嘅 K3 機芯。咁喺擺輪嘅側邊咧，你就會見到有3個直嘅零件啊。咁喺機芯嘅夾板部分就做咗鍍鉻啦。咁另外咧，你睇細少少咧，你就會見到每條邊咧都有做翻一啲嘅鍍角打磨。咁呢個 spec 上面一定要講啊，因為呢個機芯呢係有96個鐘頭嘅 power reserve，同埋呢 COSC 嘅認證，即係-4正6秒每日嘅誤差。咁嚟到呢度位呢，都希望睇睇隻錶嘅價錢。隻錶呢港幣22,000蚊左右，咁呢就已經可以玩到4日鏈、COSC 嘅準確度、silicon 同埋防磁嘅幾大優勢。咁所以呢隻錶呢，我覺得就唔係淨係得個樣啊，其實裡面呢都真係好好玩。嗱，當然啦，我頭先講咗一大輪嘢，我相信呢，其實世界上面呢，好多人都係唔 care 嘅，即使係中意錶呢，都真係要好中意呢，先會嘗試理解上面講嘅呢係啲乜嘢。嗱，我自己感覺好大嘅原因呢，就係個牌子呢，真係用咗好多嘅資源喺度挑戰緊一啲呢喺世界上面呢極少數人有興趣嘅嘢。不過其實諗翻玩錶或者玩任何其他樣嘢都係嘅，即係當你要追求極致嘅時候呢，其實好多人都本身係唔會 care 嘅。咁但係當你對一個興趣有研究有執着嘅時候，你就會明咯。咁拍呢條片我唔會傻到期望好多人都會認同，但係都希望咧多啲人會知道背後嘅故事。嗱，如果有睇上一條片我哋介紹呢個牌子嘅陀飛輪嘅話咧，就會記得我哋曾經話呢個牌子咧簡直係一個 disruptor， 因為佢用咗一個平好多嘅價錢嚟到 offer 咗一個被神化嘅陀飛輪功能咧俾大家去玩。嗱，我就覺得咧，佢唔係特登壓低個價錢咧去打入市場嘅，反而咧，我覺得佢哋係希望用咁嘅方法咧去呈現翻個市場裡面一啲真實嘅情況。嗱，今次咧將呢一隻我覺得好靚嘅 Decaflux 拎上手咧，呢種嘅感覺咧更加強烈，更加感受到咧佢哋對創新嘅追求同埋熱情啊！我覺得佢哋嘅做法咧，即係喺而家嘅錶界咧，即係對比好多老嘅牌子，淨係換下顏色啊，出下復刻嘅 Watch Society 裏面咧，真係好似打翻支興奮劑咁樣，嘗試咧去改變同埋打破一啲市場嘅壟斷啊！比起一個 disruptor， 我覺得佢而家更加咧似一個 challenger， 即係去挑戰唔同嘅科技，努力完善自己嘅產品。嗱，雖然咧市場上面咧嘅關注都真係唔係好多，不過咧我哋真心係欣賞佢呢一份嘅精神。真係唔好意思，今集呢係有啲長氣同埋有啲感性嘅，咁原因就係呢一類型嘅嘢就係喺錶界裏面唔多嘅嘢咯，咁所以都好希望呢大家會認真咁樣 dap 下，同埋呢多啲分享俾對呢件事有機會有興趣嘅人。喺回應 comment 之前咧，喺度做個 shout out。嚟緊3月28號星期五晚咧，我哋會同一個香港嘅 micro brand 咧喺香港做一個 product launch。如果大家咧對呢一個活動有興趣，亦都想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嘅話咧，可以去我哋 description link 嗰度咧去睇翻個資料同埋報名。跟住咧，我哋就翻去回應觀眾嘅環節。上一條介紹精工嘅片，短短2日時間又有超過300個留言。當中咧繼續有好多嘅觀眾留言。希望我哋咧會繼續用心用呢一個廣東話做好 content。今次咧包括有 Manfree1021嚟自美國噶啦，亦都有770613嚟自台灣嘅，亦都有 Charles Teo 7475咧嚟自馬來西亞。異口同聲咧，希望我哋繼續用廣東話做。咁啊，多謝唔同地方你哋用心嘅留言，放心，我哋全部收到晒，一定會繼續努力用廣東話做好 content。同一時間咧，都希望喺度做多一個 shout out，就係如果你係支持我哋又未 subscribe 我哋嘅話咧，簡單咁樣 like 呢個 video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咧，就係對我哋最大嘅鼓勵啦。咁亦都有另一批留言咧，去關注翻我哋同 Upcar 即係價量嘅聯乘啊，包括 Lam Lam
就講咧就話好期待我哋同 Upcar 嘅聯乘一定會好精彩。亦都有孖心3412咧就話佢係女士，對車同錶都好有興趣，希望我哋介紹嘅時候咧留翻1% 嘅位置咧去介紹翻女仔都啱嘅錶就好啦。我哋會收到晒㗎啦，同一時間咧都鼓勵各位觀眾對呢件事有興趣嘅話咧，都走去佢哋嘅 channel 嗰度咧留言，話翻俾佢哋聽，你哋都真係好期待，令到我哋快啲咧進行拍攝，跟住咧做一條好片俾大家觀眾去欣賞。咁啊，回應觀眾環節就唔一定係單純得正面嘅嘢嘅。咁今次亦都見到有啲負面嘅留言啊，包括 Ricky Lay 8182佢話為咗出貨啊，我哋將一啲垃圾錶咧講到天上有地下無。咁啊，呢一個嘅 Mr. Cat Chow 7221咧就話樓主見識少，咁普通嘅精工都吹到咁。咁想回應嘅係鐘錶嘅世界真係好大嘅，幾時咧都唔會覺得自己有足夠嘅見識，所以咧我哋成日都係虛心聆聽，努力學習。嗱，歡迎咧你哋每一個嘅留言，咁我哋咧就會盡我哋最大嘅努力咧做到最好噶啦。咁今次嘅回應咧就嚟到呢度，繼續鼓勵各位觀眾咧瘋狂咁樣留言俾我哋。另外亦都提一提，逢星期三咧我哋喺 YouTube 咧會有投票嘅活動，記得唔好錯過。咁如果大家中意呢一條片嘅話，希望大家會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提提你哋睇緊嘅係逆市 Allowers。